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学在校友聚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，主题是人到中老年后的困境。演讲内容幽默实在，全场将近1000人笑声不断。全文如下：亲爱的同学们，有首歌唱的是明天会更好，是为了给人信心与鼓励。其实现实生活中，明天会不会更好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明天会更老是确定的。岁月要走过才知道它的凌厉，到了某个年纪，不得不承认地球引力的厉害。器官样样俱在，只是都下垂。所谓的万般皆下垂，唯有血压高。人到中老年后，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苹果变成梨子形，坐着打瞌睡，躺下了却睡不着，想记的记不起来，想忘的忘不掉。更糟糕的是，哭的时候没眼泪，笑的时候一直擦泪。头上是白发拔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男士们的发型也个个都是两边往中间梳，遮住稀疏的部分。记忆力也明显衰退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就是想不起到这儿来要做什么，忘了刚刚说过的话，变得一再重复，碎碎念。一位老先生甚至说，他有一次竟然笑到一半，忘记为何而笑。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老年夫妻怎么办？有人形容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彼此的坏习惯改不了。有些夫妻不管什么事儿都能吵起来，从来没有妥协过。想想婚前是好有话说，婚后变成有话好说。每一个来到世间的生命，就像整存灵腹一样，一点一滴的离去。刚刚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，一转眼就变成知识退化、器官老化、思想僵化的中老年。所以啊，心理建设靠自己，要人老心不老。皱纹长在脸上，却不长在心里。我们的生活态度也要调整。以前用健康换金钱，现在老了却用金钱换健康。有所谓的人生经历，少年争取的是好学历，中年成功与否看经历，年纪越来越大，要留意的是病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失去了健康，赢了世界又如何呢？别把钱财看得比命还重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自己的，唯有身体健康才是你自己的。满桌佳肴，你得有好牙；腰缠万贯，你得有命花；赏一路风光，你得走得动；捡一座金山，你得有力气拿。冷沟里刨食的是条好汉子，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大傻瓜。人活一世，健康比啥都重要。无论如何，祝大家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、心如顽童、笑口常开。